我想繼續分享一個越嚟越多人中意嘅辦公室模式，尤其是 TRX 同埋抗呢種高端地段，好多管理辦公室已經唔係淨係工作空間咁簡單啦。因為當你嘅品牌響呢啲地方，客戶就會對你嘅公司更有信心。最重要嘅係，你唔需要一開始就承擔好大嘅辦公室嘅成本。呢度嘅辦公室可以從小型嘅團隊開始，慢慢擴充到更大嘅空間。如果你有發佈會、團隊 training 或者係大型會議需求，呢度嘅共享空間同埋活動空間都可以使用。我覺得依家好多人選擇呢種辦公室，唔係淨係為開地點，而且佢都係強調一種 work-life balance。呢度可以俾到人哋唔係淨係埋頭工作啫，而且喺工作之餘，亦都俾你有一個放鬆同埋提升你嘅生活品質嘅環境。呢個就係未來辦公室越嚟越重要嘅方向。所以傳統辦公室融合 co-working space 就係未來嘅趨勢。關注我，讓你了解更多。